林振昇議員。係，多謝主席。咁我都係關注可唔可以喺呢啲交匯處嗰度咧設立一啲室內嘅候車室啦。咁因為幾年前呢，就馬鞍山嗰度咧就都有一個交匯處咧係有一個室內嘅休息室，咁裏邊係有冷氣啦，有啲凳可能俾啲等車嘅朋友去休息一陣啦。咁其實呢個問題，我喺上年嗰個上水嘅交匯處其實都問過嘅，咁但係局方咧就話都係個地方細啦。咁我自己就覺得大有大做，細有細做嘅啫。其實如果你細啲，係嗰個休息室又可以設計得窄少少，有幾張凳，咁其實啲後生嘅都唔會爭住去坐㗎啦。其實都係俾啲老人家可能買餸啊，咁佢坐低喺裏邊，夏天嘅時候唔使咁辛苦。咁其實呢度有冇辦法真係設一個室內嘅休息室？又或者呢，其實局方係咪可以長遠都檢視一下？當嗰個交通交匯處嘅規模大到一定嘅程度嘅時候呢，就可能必須要有呢個室內嘅休息室啊。又或者呢，如果將來有啲嘅工地呢，佢嗰個交匯處呢係同啲商場係一齊起嘅嚇，咁係唔係可以參考裕民坊觀塘嗰度，其實喺個商場裏邊呢，都已經有一個室內嘅等候等巴士嘅位，咁有巴士嚟呢，佢就出去上車，咁呢啲標準呢，係咪可以長遠去更新呢？咁呢個第一個啦，第二個呢，就問埋兩個少少嘅數字，其實都係同上水交匯處90號 TI 嘅嗰個工程嘅對比嘅。咁呢個嘅工程呢，就嗰個每年嘅經常開支呢，就963萬。咁但係睇翻上水嗰個交匯處呢，其實就690萬嘅啫。咁點解會多咗4成呢？睇佢嗰個面積係差唔多，同埋嗰個充電樁嘅數目又係差唔多嘅。咁另外一個呢，就係嗰個道路工程啊，咁呢個項目呢就要1400幾萬嘅，咁但係上水嗰個項目呢就係530萬嘅啫，又係差好遠嘅。咁究竟係嗰個停車灣嘅數量有出入啊，定係咩原因係爭咁多呢？嚇，多謝主席。好，唔該晒。請問係咪房屋處林清華助理處長？多謝主席，亦都多謝議員嘅提問。咁我先答咗嗰個候車室或者個候車安排嗰度啦。咁我哋知道咧，就公共運輸交匯處咧，其實我哋採用嗰個環保同埋自然通風嘅設計嘅概念嘅，希望從而咧就減少日後咧嗰個日常嘅維修同埋保養嗰個開支。咁根據我哋而家微氣候嘅研究裏邊咧，其實都認為嗰個風流動嗰個情況咧係達到一個滿意嘅水平嘅。咁至於如果話係要加一個有空調系統嘅乘客嘅候車室嘅話呢，其實係會空調系統本身增加成本啦，同埋佢需要嘅一啲額外嘅電房啊等等嗰啲位置都佔用交匯處一啲空間嘅。而我哋喺而家喺東涌133C區裏邊呢一個公營房屋發展呢，其實已經用盡晒，我哋已經係盡量騰充啲空間呢，係俾一個交通嘅設施。咁如果話要再做一啲冷氣嘅候車室嘅話呢，可能要犧牲一啲巴士嘅停車灣嘅位嘅嚇。咁但係呢，頭先議員所提到話有啲候車，譬如嘅設施，例如一啲座椅啊等等呢，運輸署同埋巴士公司呢都會係致力係去提供一個舒適嘅等候嘅環境嘅。咁呢個呢，我哋唔排除日後喺呢個設計佈局，亦都唔喺以不妨礙乘客排隊嘅原則之下呢，可以考慮增設呢啲椅子呢個可能性，我哋可以研究嚇。咁第二個問題呢，就係關於嗰個經常性嗰個開支嚇，就同上水彩石邨嗰個所比較呢。其實就因為本身項目呢，佢兩個項目其實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咁其實我哋自己手頭上嘅數據呢，我都做咗一個比較。簡單嚟講呢，其實我哋喺東涌133B 區呢個PTI 嗰個呢，其實嗰個經常性嘅開支扣除咗一啲設計上嘅差異嗰啲之外呢，其實係比其他最近嘅一啲
公共運輸交匯處個項目咧係更加優勝嘅。我舉個例嚟講，就話我哋喺133B 區裏邊嘅，我哋精簡咗嗰個結構嘅設計，同埋咧係即係增加咗係圍繞交匯處外牆嘅通風面積之後咧，其實透過一啲天然嘅採光咧，我哋嗰個能源效益係提升咗嘅。我哋每一日咧係可以節省咧係大概16%嘅能源消耗，從而咧係減少咗每年咧大概26萬元嘅電費支出嘅。咁所以我哋喺呢個設計裏邊咧，我哋不斷咁樣嘅優化啦。咁就我而家睇落去嗰個資料咧顯示咧，扣除咗其他嗰啲設計上嘅差異咧，其實我哋嗰個叫 recurrent cost 咧都係相當嗰個成本咧係即係相當優勝嘅嚇。仲有一個問題，關於道路工程嘅嗰個成本比較。道路工程嗰個費用啊？道路工程呢個情況咧，其實係好視乎係嗰個交匯處大家嗰個設計嘅嚇。咁我哋而家其實道路嗰個部分咧，主要係公共運輸交匯處裏面咧係俾巴士行駛嘅嗰啲車道嗰啲咁樣嘅位置啦。咁亦都可能係同相關嘅一啲渠務啊、工程啊等等有關聯嘅。咁所以咧呢一度嚟講咧，我哋就冇辦法係即係同相等嘅情況之下咧，係去直接做個比較嚇。唔該，主席。係我理解阿林議員所提嘅問題咧，其實喺即係過往嗰幾年嘅公務小組或者財會入邊都有提過嘅，就係為咗讓我哋委員有個充分掌握到一個項目嘅佢相關嘅開支個細項係咪合理咧？咁當然我哋就參考咗同類型工程嗰啲，咁政府喺多個文件入邊都即係指出咗，就如果假如係可比性嘅話咧，就應該係貴咗、平咗定係相若咧咁樣樣。咁所以頭先阿林議員所提到，譬如包括道路工程嘅嗰個成本等等嗰啲咧，我哋明白到工程與工程之間係有好大嘅差異。咁因此咧，嗰個造價咧會有唔同嘅一個水平。咁但係如果讓委員或者係公眾多了解下每一個道路工程或者係呢啲交匯處項目，佢喺可比嘅情況底下咧，個大致上係點樣樣？咁頭先政府代表都大致上講咗下㗎啦，我哋都明白嘅。另外一點就係林議員都提過一個叫做即係候車區嘅標準化嘅問題。咁當然阿林生提到就係因為地區即係地方少，所以就不即係適合有一個候車區咁。林議員頭先有個建議，請即係處方翻去都考慮下，將來嚟計有啲乜嘢嘅即係可能標準化咗佢，就係遇到咩情況底下同發展商合作啊，或者係純粹係政府嘅公務工程底下咧，喺呢啲候車區嘅設置入邊有冇啲標準嘅一啲設計，咁啊讓大家有所參考。